test test。各位兄弟平安。咱真欢喜，搁一届转来到上帝的殿。伫这个疫情的期间，虽然疫情亲像风影非常的大，咱一波搁一波，咱慢慢伫推进啦，大家无论伫线顶还是伫这个现场，拢真感谢主，互咱会当搁转来到主的面前，做伙来做礼拜。伫顶礼拜期间，伫美国洛杉矶的台湾人教会，原来发生真不幸的代志。咱嘛是，其实咱牧师才拄遐拄转来啦，所以拢伊的样啦，所以伊有可能情形有较清楚，但是我想，咱希望政治，咱希望逐项的仇恨，无成做咱伫咱今日的生活是其中的一项不利的因素。其实管区的警察有来，咱教会小巡者啦，讲请恁大家家己注意一下安尼因为有当时这那传染病小可会传，所以大家毋是过头紧张啦，但是咱就是讲小可有一个警觉所以这有咱互大家了解。好，咱今日过来到上帝面前，咱要来敬拜上帝，请咱三教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阿爸爸，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这个早起时，阮伫遮起这个祭坛，为着就是要荣光你的名，互你的名得胜。主，阮要为着伫美国台湾人教会所拄着的情形，献上阮的祈祷。主，求你互大家有一个温柔的心。有一个敬虔的心，掠主最大，互阮的仇恨远离阮，无互阮陷伫这个罪恶的陷阱内底。主，伫这早起时，我们搁一届来敬拜你，求主甲阮每一个人得地，安静阮的心，安静阮的灵，互阮独独倚靠你，独独甲你接近。这时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
你讲这台平安，有平安无？是，咱有信心，咱才会达到上帝面前啦吼。当然，咱毋是讲伫山顶就无信心啦吼，是讲个人的体质，个人要安尼注意吼。但是咱最基本的，咱来做好啊，吼，消毒，吼，喙暗，吼，若有出来时，咱就尽量莫去较侪人的所在嘛吼。我想，上帝是掌管一切。创造一切，星神遐尼大的创造，啊，看袂到的病毒，所以只要咱我可以仰望伊的时，我相信上帝会保守啦吼。当时咱就嘛要配合咱做好势，吼。后来咱来会前咱来练诗吼，咱175首，即咱即个月月定诗啦吼，咱甲唱较熟的吼。第一节、第二节。好，咱第这首咱就来复习啦，吼，咱复习到这就好。来，咱搁来看303首，主我要学了，主我要学了你。其实吼，毋是咱真欢喜的心，咱才学了啦，吼。咱不管什么款的303首，咱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，特别是即摆这段时间，吼。疫情安尼起起落落的时阵，咱来去学了，因为上帝有伊好的旨意，有美好的旨意。来，楼顶303首，第一节。主，我要学了你，真心。尽意，我要保养你，奇妙大观念，为人更的生命。主，我要学了你，尽心尽意，预备吹掉一有一切。第三节歌词我来读，主，我要服侍你，尽心尽意，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，为荣光你圣名。主，我要服侍你，尽心尽意，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。哈利路亚！咱想看卖吼，咱是干那学了。哈利路亚尔，还是咱有想讲要来
服侍主。逐人对服侍的定义无同，总是服侍是直接你爱去付出你的时间、你的才能，你会当做的，你来做的。至少看会到的上帝家就是教会。你毋知有想讲，我教会伫倒位，我来斗服侍无？咱想看卖啦吼，这是互咱搁一摆提醒，互咱搁思考。咱毋是干那学了尔吼，来第3节。来，咱个298吼，那么即个咱小等礼拜要吟的诗吼。这第3谱表，咱先琴弹一遍啦吼。咱个注意第3谱表吼，要刷过来第4谱表，这现了这，迄是一拍尔吼，咱爱注意这点。来，第1节。快乐，快乐，快来敬拜，荣耀上帝大人啊！心心欢喜，人间夜头中梦心更灭，理想有求救助关锁，了义我暗无大话愿望快乐，我第1节。有这万米之罪恶了，愿罪该归主宝座。山阴国山野烧会青水变万了风，照家对我天下最永驻天堂永不衰。来，咱最后，咱用一首，咱来为着咱这个土地来祈祷，519首。我想这首是照写吼，是伫1993年，就是911大地震的时阵啦吼，诶创作的诗啦吼，迄个谢宏文兄弟吼，伊创作出来。这是真好一个祈祷的诗，我想这个诗的内容，这个歌词，嘛当用伫咱这个时阵，就上帝怜悯。当然，一步一步，什么款的境遇拢会拄到，这是要考验咱的信心啦。你有仰望，有倚靠，
会当度过这个苦难无？吼，当然拄啊，伊都长老嘛讲咱牧师较早伫牧会洛杉矶的尔湾教会嘛共款吼，想袂到的灾难会发生伫迄个时阵，顶礼拜即个礼拜吼，即个礼拜，我想上帝有伊好的旨意，检采通过即个郑医师伊款的勇敢的行为吼，来表达伊做基督徒，伊要疼心，伊要为了要阻止即个灾难更较扩大的迄款的心啦吼，所以嘛真好的见证。望伊的牺牲，会当唤起较一人针对即个政治意识无共款的人，吼，毋通用安尼来，毋通用伤害别人来成就你的什么款的目的。咱总会嘛是有受到电话恐吓啦，所以头仔因老长老牧师嘛伫阮的群组讲，迄个分局长嘛吼，有来甲咱关心吼，若是有啥问题，所以讲咱若出去，咁咱若无熟悉的人，咱会当甲主动问我话，你有啥物代志晓？啥物有啥物找啥物人晓？咱嘛是安尼问啦吼，拿到关心，检采这是预防啦吼，咱是讲望上帝当保守，属伊的名教会拢得到保守啦吼。望咱用这首，咱来唱2遍，来为了这土地来祈祷准备咱的心来做今仔礼拜吼。第一节然后咱就第一遍。为这个土地，我相信基督，万主的真理，那个转的变旧。为这个城市，我强逼困求，万主的救。万国家的救，万全灵体别兄弟，万国的民，万颂香甲悲伤，万心中，万全灵体别兄弟，以及的家，万。喜乐永远定。搁一届。为这个小弟，我相信基督，万主的真理，那更转的研究。为这个城市，我偏避困求。祝星星，万全灵体别兄弟，一前高강리，万颂香甲悲伤，万心中，万全灵体别兄弟，一起的家，万望甲喜乐，永远定阮心中。咱准备心来做今仔礼拜。
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，着往伊吟诗，往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，着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。找耶和华的人，心内着欢喜。请咱三角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75首，圣诗第175首，新的地，新的天。新的地，新的天，上帝的灵运行，新种子，新创造，活命的灵运行，新男性，新女性，上帝形象运行。往主唱新歌，以互万有换新，互万有换新。请咱三角起立来吟圣诗第175首全首。新的地，新的天，上帝的灵运行，新种子，新创造，活命的灵运行，心难心，心如心，上帝形象运行。主唱新歌，以互万有换新，互万有换新。新听堂，新灵明，上帝的灵运行，新力量，新希望。活命的灵运行，新的心，新精神，上帝形象运行。主唱新歌，以互万有换新，互万有换新。新思想，新智慧，上帝的灵运行，新如花，新启用，活命的灵运行，新命令，新心境，上帝形象运行。主唱新歌，以互万有换新，互万有换新。新的地，新的天，上帝的灵运行，新生命，新创造，活命的灵运行，心难心，心如心，上帝形象运行。主唱新歌，以互万有换新，互万有换新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三角来信仰告别，请咱来读使徒圣经。使徒圣经记载伫咱的周报第7页，请咱三角来读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朝彼来多林内受苦，顶14日死埋葬落阴府，
第3日，伫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担做伫天灵的爸上帝大平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信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正道的上方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即时，请咱三角来启应，咱要来读启应文第66篇，就是启示录的第22篇。启应文第66篇，请咱三角来启应。我是阿尼法甲阿米甲。将长袍洗清去，遐个人真有福气。遐个狗类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害死人的、拜偶像的。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。我是大笔的君，是伊的护卫。圣神甲师娘拢讲来，喙焦的人就来，为着这个事做证迄位讲。阿免，主耶稣啊，请来。下面请咱三个过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03首，圣诗第303首，主，我要学罗你。主，我要学罗你，真心真意。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，归荣光你性命。主，我要学罗你，真心真意。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，哈利路亚！请咱三角来吟圣诗第303首全首。请坐。即次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荣耀尊贵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万物、超乎万物、统管万物的主宰。你的受气是一万里久，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
阮着爱趁你通找着的时找你，三军的时求告你，求你替阮创造清洁的心，互阮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主啊，伫个最近即个充满侪不安、混乱的时代，阮爱谦卑、虔诚来到你的面前。伫个顶礼拜嘛发生伫个台湾、美国迄台湾人的教会不幸的事件，互阮伫个台湾嘛是感觉非常的惊吓甲愤怒，因为有人因为政治立场的无同，煞来采取不理性的行为，夺取别人的性命。主，我要恳求你亲身来打击即个制造仇恨的人，无互惊吓的魔鬼压去，用你大权能的气力来除去邪恶，镇压罪恶。主，我嘛要纪念着迄个因为家己的勇敢的行为，出来牺牲性命的郑医师，伊的精神就从耶稣所讲的，人若为别人舍命。伊的人的爱心无比即个较大个。郑医师伊的疼甲勇气，互阮会当见证看到主勇敢甲疼心的力量。我嘛要求主你来安慰伊的遗族，安慰因失去亲人惊吓的心，会当倚靠主的气力甲安慰，来度过即个艰苦的时阵。主，从你讲的，虽然有行过死荫的山谷，阮嘛无要惊灾害，因为阮知你甲阮伫地，你的对，你的怪，要安慰阮。主，阮嘛要恳求你赐平安伫个阮的中间，互阮伫个徛去一个即个土地，也是来到教会，阮袂因为即个事件来活伫恐慌中间，嘛袂因此来失去咱对咱台湾民主自由的信心。求主用你的公义甲真理来赢过罪恶，嘛互台湾会当脱离暴力的威胁，互平安甲喜乐来充满台湾。主啊，即时阮嘛要为着台湾的疫情来迫切祈求。虽然阮看到目前台湾的进入着感染的高峰，医疗的困难受到真大的考验，求主会当施阮怜悯，来医治若有着染着病的兄弟，互伊会当紧紧来恢复健康。阮嘛要求主你看顾指挥。主，伫个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嘛，互阮来学习，免安怎搁谦卑，来倚靠主你。主，你喜爱公义，嘛施行拯救。你互日头照好人，嘛照歹人。你降雨互义人，嘛互不义的人。你的大恩、你的大爱甲救恩，是为着要信你的人所备办的，嘛为着无信你的人所备办。愿阮伫个目前所拄着的遮个磨难的中间，会当谦卑家己，悔改，向你呼求，希望你能应允拯救阮。嘛，愿你兴起伫个世界逐落位的教会门徒，伫个即个黑暗掠陷的日子，会当真侪你伫个世上的光、信心、希望甲疼的所在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是请咱三角来看上帝的话，咱要来看圣经新约启示录第21章，甲启示录第22章。启示录咱要读21章的22到27节，甲22章的第1节到第5节。伫个咱台语汉语本是新约第300页，这是我来读。启示录第21章第22节，我无看见城内有殿堂。因为主上帝全能的，甲羊羔做伊的殿堂，城无欠用日也是月来照伊，因为上帝阳光照伊，羊羔做伊的灯。列邦的人要倚靠伊的光来行，地上的王要将因的阳光带来归伫伊。25节，城门日线拢无关，因为伫遐要无眠视。
26节，人要用列邦的荣光甲尊贵来归伫伊，凡若无清气的物，以及行苦恶白贼的人，绝对袂得入遐。只有记伫羊羔的活命册的会得入。下面来看22章第1节。天使阁报我看见城内街路中有活命水的河，清亮亲像水晶，对上帝甲羊羔的座位流出。河的上边有活命的树，结12款的果子，每月结伊的果子。伊的树叶做伊伫列邦的路用，拢无阁有咒诅，是上帝甲羊羔的座位要住伫遐，伊的肉卜要服侍伊。伊也要看见伊的面，用伊的名伫因的头遐，无阁有迷视，也无欠用顶的光甲日的光，因为上帝要照因，也因要做王到代代无尽。圣经读到遮，下面咱要来请圣歌队来献诗。今仔要献的诗是阿门来唱歌俄罗斯。题目是《天空之城》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礼拜唔知大家过了好无？确诊的人数每一天，咱拢看伊咧变化，咱的心会对咧迄个数字起起落落袂。我想疫情虽然影响咱，总是伫无论世界安怎变化中间，咱坚调对主的应允，咱倚靠着伊的信心，咱伫即个世代，咱犹原会当见证上帝恩典甲大开来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，看顾阮。
伫每一个世代，拢有无相像的代志咧发生。总是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，是永远袂改变的。因为你的疼痛、你的恩典、你的救赎，拢伫永远伫地。主，即时阮组织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、看顾阮，互阮会当对你的话语中间得到快乐甲毋忘，互阮继续跑走伫天路顶面。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伫讲道大声，先为顶礼拜的即个加州的事件做一点仔回应。顶礼拜拜一早起，我接到伫 ITPC， 就是 Irvine Church 伊个群组内面的消息，迄阵状况不明，所以迄阵我敢若知影，缀着时间。一直我咱的中道的时，真侪消息拢出来。我想咱对新闻媒体，咱拢看到整个的事件。伫这中间，当然我看到遐熟悉的人受到遮尔大的惊吓，其实心嘛咧伫遐咧震动伫的。总是抱着一个为因代祷的心，为因祈求的心。无较侪会搅了伫因的中间，我感觉甲其中的几位长辈有联系尔，知影因的状况，知影一切情形，继续为因来代祷。到拜五的时，咱的管区就是咱的分局长，文山一分局的分局长，甲因一个保防组的组长，以及警官来教会来关心。早起差不多8点半左右，咱的派出所的所长嘛来关心。所以我想，咱若拄到任何的代志，咱欢迎互教会服务所在，咱会当及时互警方来处理。伫这中间，我想到一件代志，就是伫咱的信仰内面，耶稣甲咱讲，耶稣伊是最和平的人子。耶稣所带来毋是纷争，伊要互咱得到和平。所以咱犹原用这个和平的心，用要来实践耶稣基督所教示的，咱来看待、对待咱周围一切的事。这是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对今仔日的经文，我想启示了是伫圣经上尾一本册。我伫日本，我毋知咱有印象无？日本有一个卡通影片，嘛叫做《天空之城》。这个《天空之城》虽然伊的内容是一个虚构的，在讲天顶甲伫即个世间的代志，是咧讲到天顶遮住伫天空的遮的人，因用一个科技的生活伫迄个云的顶面。迄个故事的主角无细力跋落去地面上，所以就展开一连串的遮个代志。这是一个卡通内面所描写两个世界会无共款，是天顶甲地下会无共款。这个天空之城嘛，互咱一寡想象的空间。伫今仔日，其实咱知真侪科学家因透过因的研究。从咱所生活这个地球，对地面以上，拢研究啊差不多清楚啊。拢对这个中间嘛，侪科学家、国家为这个外太空去找，敢有其他的可能性？那呢，伫天顶，也是伫太空的中间，敢真正有一座天空之城呢？若是有，这个城即马伫倒位咧？伫启示录第21章一开始，约翰讲：我看见圣城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伊是对上帝遐对天降落来。这互咱一个想象的空间。这个空间是这个城是偌大，会当对天顶降落来。安尼，伊的外观是啥物？伊的结构是安怎起造的？会当有偌济人伫迄个内面？
我想伫启示录的上尾，约翰用天顶降落圣城，是要带来，互咱对未来有一个毋茫之地。新的耶路撒冷，所要呈现的是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，互咱看到的、想象的一个景象伫个。所以，伫新天新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，到底生就什么款的模样呢？我想也无人看见。总是作者约翰，伊听见对宝座顶面发出声讲：上帝的厝伫咱人的中间啊！上帝伊要亲身甲人带做伙，伊要做咱所有人的上帝，咱所有人要做伊的子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会当想象一项代志无？上帝甲咱同在的情形是怎样？上帝甲咱同在的时阵是虾米款的模样？互咱会当甲上帝有一种做伙的时间呢？约翰伫启示录内面写讲，伊互天使带到关山的顶面，伫迄个上顶的山顶，伊对遐看到迄座圣城是对上帝遐落来的，降落伫即个世间的耶路撒冷的新的城。约翰安怎形容即个圣城呢？约翰形容即个圣城是充满着上帝来的荣光，充满着即个上帝来的荣光，所以毋知伊看会清楚，也是看袂清楚。发出的光，亲像宝石共款，会遮尔闪烁伫咧，亲像水晶遐尔明亮透彻，会当看过去。规个圣城互即个光所充满，我就咧想一项代志。即个光，经文讲是对上帝遐来，但是咱在光照过来的时阵，即个背后应该有一个应影伫的，应该是有个所在，互光照袂着。总是约翰讲即个圣城耶路撒冷是家己发出光的。伊无死角，袂互即个光所阻挡着。规个圣城拢伫光的荣耀的内面。即个城嘛，毋是亲像咱的起厝共款，毋是亲像咱隔壁迄个地基为下骹挖去，拍好地基，则一层一层为顶面起去。即个城是对天顶就已经建造完成啊！这个城是对天顶直接落来，所以约翰所看到这个圣城是无人的作为伫这内面，也就是讲无经过人的设计、时间装潢，这所有一切建造的这工程，拢无人的作为伫内面。所以约翰真清楚咧，甲咱讲的是，这个圣城所发出这荣耀的光是对天顶的，是一个发出光明的耶路撒冷。既然伫规个拢是光的环境的中间，咱想光若真明亮的时阵，你敢有法度真正看互清楚呢？约翰悠远地描写着，伊会当真清楚看到这个圣城外口的轮廓。伊毋是目睭眯起来咧看，伊是目睭金金咧看着。无论如何，约翰伊看着，而且甲描写落来。伊描写到即个真详细的所在，就是包括着伊看到即个城墙顶面刻条着12个支派的名。伊看到伫即个城墙的门的顶面有12个支派的名刻伫顶面。伊看到伫城墙的下骹有10个石头基石，顶面写着12位使徒的名字。咱进前有咧读启示录第7章的时阵，咱看到伊咧写讲12个支派，迄12个支派所排列的，甲咱伫创世纪内面所读的是无共款的。所以
我有一个想讲，那呢，伫即个圣城的门顶面所写的即个12个支派，是甲创世纪内面的共款呢，也是甲启示录第7章内面所写的共款呢？12个使徒的名，到底是倒12位呢？其中敢有出卖耶稣的犹大吗？也是有甲保罗加入去呢？总是这拢毋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约翰咧看到是旧约遮所有每一个支派族长的名，以及新约内面每一个使徒的名，拢刻伫对天降落来圣城的顶面。这是一个象征，上顶伫犹太人到基督徒的这个历史，咧诉说着以色列甲咱教会形成的中间的渊源，这拢有关系伫咧。因为上帝对旧约的开始，就一直咧陪伴着这个新的耶路撒冷。上帝子民无分种族，无分咱每一个人。上帝子民是彼此结连做伙，是共同生活做伙。这个真光的圣城，嘛，互我去想起咱伫生活中，咱拢爱休困。我毋知问一下吼，咱休困的时阵，你会关电火还是开电火？我想拢有啦吼，有人开一拍细拍啊。总是伫咱人，无论安怎，咱拢讲过去有讲，日头出来，咱就开始做工；日头落山，咱就休困。咱人的这个生理时钟，会缀着这个日出日落咧做。困的时，有需要将周围的光甲关化起来，还是关较细，袂影响到咱真正会当休困的。总是伫咱这个世界中间，敢有可能是有一个所在是永远拢是光的，有一个所在永远拢是暗的呢？我想咱学地理，咱就知，伫地球的上北边甲上南边这两个所在，因拢有一段时间是永远拢是日时啊，有一段时间永远拢是暗时啊。我若对资料来查的时阵，这是对每一年的12月中以后，迄个时刻就是永远的暗时；对每一年的3月中以后，就是永远的日头。那安尼来算的时阵，伫即个地区的国家，因的百姓咧生活的时阵，因就无法度真正像咱共款。日时啊，咱就出来做代志；暗时啊，咱就休困。迄个光一直拢照着因，也是黑暗一直拢甲因看活伫的。这地区的国家，有咱即马知，就是较北边的这个国家，以及南极这所有的地区，因拢是有一段时间规工是日时啊，有一段时间是黑暗的时刻。伫咱圣经内面所描写的圣城，也是咱讲的会幕，也是讲耶路撒冷所发出的这个光，其实毋是咧指咱生活中亲像地球的上北边甲上南边这种永远的日头、永远的暗暝。伊咧描写的是，当约翰记载伫启示录内面，讲到圣城对天降落来的时阵，伫宝座顶面发出的声音是讲上帝的厝，也是有一个翻译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的时阵，上帝要亲身甲咱人做伙。所以当即个光，也是当咱将来要生活伫即个圣城的时阵，即个光就是要互咱领受的恩典。约翰佫讲到，伫即个圣城内面无圣殿，这实在是恶想象的。无圣殿要安怎咧敬拜咧？咱若对台北市来讲，咱若用咱教会来看，伫咱教会周围，可能咱讲5公里的范围内面，咱有真侪，咱会当看到有十字架，也是有较特别的迄个外观造型的建筑物是教会。
有逐种无共款信仰的宗教的建筑物伫的。所以咱出去行一日，咱就大家分着讲哦，即个是教会，即个是庙师，即个是啥物，咱会当分。总是伫圣城的内面，无任何的教堂、教会建筑物。所以有人安尼讲，那安尼我去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我就毋免上教会做礼拜啊，因为咱每一个时刻拢甲上帝同在。所以无论咱伫圣城内面，咱伫新的耶路撒冷的时刻，上帝随时甲你拢同在。第二章遮的教会的建筑物，是一个宗教的象征。所以约翰在看到未来的日子，伫天顶袂有圣殿，伫旧约内面，耶路撒冷有圣殿，伫未来新的耶路撒冷有上帝同在。圣城是一座发出光的城市城，伊无黑暗，无阴暗，无路灯人好照，嘛无月亮星星。伊敢若有对上帝遐来的光。约翰写了新耶路撒冷，即个新天新地的状况，是互咱要生活未来的愿望的。所以，伫圣城伫天顶降落来即个城市内面，咱无需要保全，咱嘛毋免烦恼即个门会关起来，因为无敌人、无危险。无需要有一寡监视器来帮助咱，任何人拢会当伫即个城市内面自由出入，因为即个出入互咱一个真大的安全感。所以，伫未来伫新的耶路撒冷，伫迄个所在无罪恶、无污秽、无敬虔、无真实，甲讲白贼的代志来发生。咱想象一下。伫迄个新的耶路撒冷，敢若真清气，无污染，一切拢真清气，互咱伫内底会当感觉真舒服伫的。伫迄个所在，嘛无痛苦，上帝将伊降伫人身躯顶遮的咒诅，拢已经解除透放啊。所以，迄个过去受到咒诅的代志袂发生，所以因为安尼就无痛苦。启示录，诚做圣经内面上尾一本册。咱会当安尼讲，圣经对创世纪开始，用启示录做结束，也就是对爱甸园做一个开始，用耶路撒冷做一个完结。伫创世纪第1章到第3章中间所描写的死亡、受苦、咒诅，拢袂阁出现伫新的耶路撒冷。伫圣城的内面，咱每一个人会当阁一摆享受甲上帝同在的团契的生活，咱会当领受迄个生命树中间的奥秘伫。所以，约翰互咱一个想象是，伫将来。地面上顶面所有君王，将因列国因所累积的遮的荣耀财富，拢带到这个对天降落的圣城的内面。伫地面上的万国、万族、万民，嘛拢聚集伫这个所在。无论你的皮肤是啥物款的色地，无论你的想法是倒一种，你拢伫这个所在做伙。做伙来敬拜，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。约翰描写到这个圣城内面有一条河流，流过这个市中心。伊互咱看见的是，迄个伫河的两边遐个树木有结果子，代表着上帝丰盛的恩典伫迄个所在。佮特别讲的是，即个树顶面的树条啊，会当医治万国，医治因受伤、失落、互人咒诅，会遮所有一切困难。那安尼来看，耶路撒冷的圣城，甲旧约的耶路撒冷是无共款的。
因为伫启示录约翰所看见的，即座是一个属灵的城市，是有上帝的同在。我想有上帝同在时阵，伫迄个时刻，我认为咱伫遐是迄个所在，咱会看到上帝的同在。伫即个时期，咱毋捌看过上帝。伫新的耶路撒冷城内面，咱会拄到上帝。所以，我认为，咱伫迄个时刻，咱会真自然的来敬拜上帝，来学习上帝。上帝的名刻伫咱的额头顶面，即个是咧代表咱每一个拢是上帝的子民，有上帝印记伫咧。约翰所描写的情景就是安尼，这个情景嘛是一个永远的。虽然启示录头前有描写讲地狱是永远伫咧，但是毋通袂记，天堂也是永远袂消失的所在。圣城耶路撒冷的中心是上帝甲坐伫宝座顶面的羊羔。伫迄个所在无黑暗。无暗暝，无需要灯光，无需要日光。迄因为是上帝本身就是光的来源。上帝就是咱讲耶稣，伊要做王掌权统治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咱看咱即马现今咱的生活的状态，有人讲咱即马是活伫一个混乱对立的世界，是一个伫黑暗坏错的一个世界，咱敢若亲像活伫一个水深火热的这个状态内面，敢真正是安尼吗？伫罪恶、伫污秽中间，咱敢有去看到迄个恩典之爱，也是讲咱讲救赎的愿望吗？咱敢有看到迄个光，当咧发出一个光呢，互咱要去对咧行？咱讲到疫情。这2年来，也是讲最近新闻媒体的报道，拢是互人感觉一个惊吓的一寡消息。2年前的喙癌，过来疫苗，过来现今的这个快筛试剂，也是讲 PCR 的检测，其实拢影响到咱的心。咱伫生活伫这个世界中间，咱毋知咱明仔载敢会得到这个病毒未？然后，咱就看到排队、受气、攻击，这所有的一切言语行为拢出现啊！其实无对咱讲无帮助，对咱每一个人心嘛无安定的效果。这些中间，我咧找，看敢有较正面的一个报道无？有无？有，真少。总是咱若用一个逻辑来推理的时阵，咱会知伫这2年外来疫情的中间，第一线医护人员、警消人员，加所有甲防疫有关的每一个人，因拢付出因的时间、因的精神，因所牺牲的这所有一切代志，我想应该是最高咱无法度算，都是因为有这群人。互咱伫即个严峻的疫情的中间，咱犹原还佫会当敬拜，咱犹原还佫会当生活，咱犹原还佫会当洗菜市啊买物件。我想，咱有遮尔好的生活，就是即群人。拿来看，因就是上帝伫咱中间的光。约翰伊咧写启示录的时阵，伊是互信心所感动的。新的耶路撒冷是上帝启示约翰伫伊写规本启示录内面上尾一个异象。这个异象，互当时的人有一个新的眼光，甲愿望伫咧。约翰咧甲人讲，若对着时间不断咧前进的时阵，所有一切威胁、迫害，也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拢要消失。但是正圣徒所愿望的迄个天家，永远伫咧，永远袂消失去。天家落伫迄个所在，
约翰所形容的迄个光景，是一个极水极好的所在。但已经有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就是伫宝座顶面迄个羊羔，伊为咱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，伊流出献祭的血，替咱牺牲性命，互咱得到救赎。所以你甲我毋免阁献祭，即个毋免阁亲像伫祭坛顶面献羊羔的祭迄款。咱会当直接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就进入到新的天、新的地内面。就会当伫约翰所形容的迄个圣城内面，咱行伫永生上帝的光的中间，无阁有黑暗，袂互罪恶捆绑，袂互惊吓来影响咱。伫新的耶路撒冷城内面，有生命的活水，有生命的绵羊。会当满足咱每一个渴望伊、咱明白伊的即个灵内面的巴掌。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，伫上帝的殿内面，咱就是甲上帝同在。咱信靠主耶稣，就是将身体主权交伫伊的手中。咱就活伫上帝同在的内面，咱就伫上帝光的内面。所以光已经伫咱的生命，光已经伫咱的生命。咱来画出一个光的款式，互伫即个世代的人看见你身躯顶的光。光已经伫你的生命内面啦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，你看顾阮。虽然阮活伫一个混乱、黑暗、威胁的世代，总是伫即个世代内面有上帝你的光的同在。阮每一个人拢是你的光，阮的即个光是对你下来，毋是阮家己的。因为阮相信你，倚靠你，有你的同在，即个光就要来照着别人。愿主看顾阮。互阮满心欢喜来学罗你的名，互阮满心欢喜来宣扬你的救赎的恩典。阮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过来吟圣诗，圣诗第298首，圣诗第298首，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。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，荣耀上帝大仁爱，心生欢喜到主面前，夜头望星光明，悲伤忧愁求主头赶散。摇曳黑暗无打我，永远快乐，源头来临，灿烂光明入阮心。请咱来吟圣诗第298首。
下面咱要来奉献。请坐。即是我来报告，伫咧报告台先请咱三角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咱来三角来读。列邦的人要倚靠伊的光来行，地上的王要将因的荣光带来归伫伊。启示录21章24节，搁一摆吼。列邦的人要倚靠伊的光来行，地上的王要将因的荣光带来归伫伊。然后21章24节，即是请咱来掀开周报的第3面，互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。下周是敢若一场台语的联合礼拜吼，领唱是赵以诺长老，司礼是正人交际书，司琴是周胜梅姐妹，献诗是圣歌队，司献是赖韵如甲张景伦执事，交台是赖韵如甲张景伦执事。音控是李尔伯执事甲张建传兄弟，广告经理是牧师吼。下礼拜三咱嘛是共款，阁有查经祈祷会，请咱当来参加准备。阁来下礼拜咱的主日是牧师那经文甲信息的部分，咱咱伫咧厝诶先来备办。即是请咱阁来掀开周报的第6页，咱来看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点吼，咱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本来下礼拜29号的野外礼拜有想要暂停，迄落改到8月以后才来办理吼。然后已经报名的兄弟因的迄个名额甲费用，咱就先保留。第2点，咱下礼拜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，所以敢若有一场的礼拜吼，请咱来注意。第3点，咱有细咧进前的信用课程的开课吼。上课的时间是为7月开始，总共有3届。那大概这3届的时间拢是伫咧主日礼拜后下晡1点吼，请咱若有要备办要洗礼、更新礼，也是无图友来参加吼。啊，要报名，咱的
干事摕表格写好，当交互牧师。第四点是咱教会特别提醒，就是讲最近的疫情传染，即个是真紧，所以咱若去公共场所，或是讲伫外口食饭，请咱兄弟就爱较特别来说理。以上，交互牧师。好，咱看到周报下面吼，第六页下半下面是咱教会早期的历史啦吼。所以咱看者就是对1898年的5月7日，马偕牧师来到内湖教会主持圣礼典的即个记录啊吼。啊，咱感谢尹诺长老对即个历史的中间，甲咱做真侪整理吼。那以后咱会当陆陆续续将遮个资料，互咱的正会友拢会当知吼。这是给咱要共款为着两个家庭来带到一礼拜内面吼。第一位的家庭是美琼姐吼，伊其实是两个拢感谢啦吼。伊讲愿上帝带因会当保护看顾因嘛，感谢上帝赏赐因有身心灵的健康，互因有平安甲喜乐伫的吼。这第一个美琼姐吼，美琼姐坐伫迄个所在吼，嘿，互咱看者吼。好，咱为即个家庭来带到哦吼，啊甲。我知因后生吼，即马抑阁无转来甲咱做伙来做礼拜吼，所以嘛为因来带到吼。第二，咱看到素云姐吼，素云姐伊要感谢拢总有5项吼，伊要感谢上帝保守吼，保守因全家日常生活拢平安，嘛为着素云姐伊的心灵拢健康来祈祷，为着祭司甲人仆的学业、信仰的生活来祈祷，为着帮助如玉的工作吼，甲服侍。甲帮助的妈妈吼，伊的身体健康，甲生活的安排，甲参加教会属灵的生活来带到吼。咱即礼拜为着即两个家庭来带到，咱同心即个素云姐伫后壁啦吼。OK， 好，咱即礼拜爱为着即两个家庭来带到，咱同心为着因来祈祷。真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将美琼姐伫阮的中间，互伊全家。拢会当归属伫主耶稣基督，领受伊的保护甲引带。愿上帝甲因同在，互因每一天拢有健康的身心灵，有平安有智地。当因也未真正完全来倚靠你的时，阮相信上帝，你拢保护看顾因。为着素云姐因的家庭来带到，愿主继续看顾因全家日常生活的平安。为着素云姐伊的心灵拢会当有健康。为着因即个细囝、祭司、人仆的学业、甲信仰的生活，拢会当遵探着上帝的旨意。为着放书如玉的工作甲服侍，以及放书的妈妈的身体健康，以及日后的每一个代志的安排，拢有上帝亲身的引带。愿将这两个家庭放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看顾、保守、祝福你哋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好，以上。佫有一点补充报告，就是咱敬听的林正美玉姊妹吼，伊伫个5月初8已经吼按时自怀。那伊的个别礼拜是伫个今仔日嘛，拄好今仔早起吼，已经伫个第二殡仪馆来举行啊吼。求主安慰伊的遗族，嘛愿平安、赐平安，互伊所有的家人，带领因后壁一寡的代志，当一切顺利。以上报告，毋知今仔日有新朋友要介绍无？若无吼，咱有一张单独的迄个奉献明细，若是有处理，则像咱会当用咱的会计迄个恩心执事，甲也是讲出纳关程执事来订正。上尾咱来银线买是信息第298，信息第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看到华语区，不好意思，信息第394首，信息第394首，即时礼拜得要刷。因时说，咱来请牧师接到，请咱起立来给转述。
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会倒。